虽然外口在落雨，咱的心嘛是烧热的吼。咱甲主的关系是爱非常的好，无因为风雨来阻挡咱。伫做礼拜，咱甲主会三角亲近。耶和华上帝是咱的气力，咱的避难所，是咱患难中的帮站。虽然地会摇动，虽然大山要来放弃。但是咱的心嘛无惊吓，耶和华上帝要做咱的照盘，耶和华上帝要用伊的腿、伊的管来安慰咱，来保护咱。咱来吟这首我的力量，我的山寨，咱做伙来吟。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
破，我会明白，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脚伴，我的山寨，你是我的脚伴。因为主将咱的罪性加于当顶的十字架顶，咱活地是要为来活，为主为人来而乐，因为伊受咱的罪功劳。咱即来吟第一章，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哪阵日天，做上帝后事。求主用保护，使我前进。把我爱保佑，为这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把我爱保佑，为这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我心大欢喜，能将身边。虽然伫世界哪阵日天，做上帝后事满心欢喜，用主恩保护，使我前进。把我爱保佑，为这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把我爱保佑，为这而乐，为我主耶稣。最功劳，天来福我万事平安，心渴我求主福气无限，健康来健康能帮助来，点滴主耶稣满心情爱，把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专心来好使，万事平安。今个我求主福气无限，健康来健康能帮助来，让地主耶稣满心情爱，把我爱保佑。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把我爱保佑，为你而乐，
感谢主，上帝赏赐咱的意念是这个平安的意念，伊爱咱用喜乐的心来面对，因为是这个世代是迄个环境快速的变迁，咱嘛常是用娱乐来感谢伊，咱要用坚持的心到落尾。虽然咱有时有失落的时阵，但是上帝时刻来鼓励咱，咱是仰望的，咱用积极的心来赢过一切挑战。咱透过操练，互咱的生命更加丰盛，互咱的生命更加精彩，互咱的生命更加美丽。咱再来吟这首，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用喜乐的心，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用喜乐的心来唱。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恩称谢到底。我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要感恩称谢到底。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节咱非常的熟。老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事已经过去啊！你也看，遐拢诚做新的。咱拢是上帝拣选的儿女，分别做圣。万人拢会当诚做祭司。
报用福音向前迈进。圣神因带人看见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伊要做新的事，伊要伫咱的中间做新的事，伊要伫咱大桥教会做新的事。咱做来吟这首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体都要渴望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下来，向国度的荣耀彰显，主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全地与你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我愿你来，
边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你的恩惠、你的慈悲极阔无地比。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你改变阮来离开罪性，互阮来反悔认罪。阮愿意伫你面前，阮无至高见效。阮阁会当在圣所来领受你的恩典甲祝福，因为你的喙一开，就讲智慧的话。阮感谢你，我们细耳来听，免得阮来得罪你。阮恳求你怜悯阮有时有软弱的时阵，阮求你来叫醒阮，互阮毋通陷落伫深坑。求你照你的丰盛的怜悯来擦消阮的罪过。你要伫阮的中间做新的事，上时你嘛要伫阮大桥教会做新的事，亲像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中要来开江河。在伫人袂话的事，但是伫你遐凡事都能。阮阁一届来经历了上帝你的大能，凡事拢有上帝你美好的怜悯。愿恳求主上帝帮助阮，用积极的心，用积极的心志来完成到落尾，越来讨神你喜悦。阮献上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只是咱做伙来叫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只是咱三甲来启用上帝的话语，启用第8章诗篇23篇。只是咱三甲来启用。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会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赞美，咱只是咱要来邀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歌是《愿感谢你，主耶稣》。
先我对的献是，阮感谢你，主耶稣。当即时，我要来分享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49节到51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49节到51节。当即时，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强读。约翰福音第1章49节，那但业因伊讲：列比，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因伊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吗？你要看见代志比遮个较大个51节。佮甲伊讲：我实实甲你讲。你要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降落伫人子的顶面。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当即时，咱要来邀请苏仲林牧师来证道，伊的证道的题目是天梯。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伫咱生命中间定心，甲咱起造。咱三甲来祈祷。是恩的主上帝，阮深深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别项事伫你的内面，若毋是你的应答、你的答应、你的应允，就无一项事会成。恳求你实在恩待阮、保守阮。伫阮所做一切事工，特别吴牧师出外务管的时，你互伊出入平安，互伊有你的旨意，有你的恩典，来为着大桥教会兴起做水的工。主，阮搁一遍感谢你，要家己祝福大桥教会，互伊真正大桥，侪侪人出入，总是迄个桥是主耶稣基督，会当互即个桥安然自在，无惊吓。阮今早起敬拜，搁一遍大声恳求你，撤销阮一切污秽，互阮伫你面前堪得成做你的后生查某囝，来伫你面前服侍敬拜你。愿你的神就伫讲甲听人中间运行，互阮明白上帝你的教示是水的，互阮明白上帝你互阮的话是你要感动阮的心，引带阮的脚步的。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免。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大概真简单的一项事，就是咧讲看见的事。只有2节拢讲看见。其实人的目睭足重要。你敢有感觉目睭足重要？迄是恁目睭有看到咧讲的啦，吼。啊，那迄个我有一个朋友叫做罗巴的牧师吼，伊拢会甲中华议长讲，啊，你也无寄文章来互我看，公文来互我看安尼啦，吼。伊讲有啊，我有寄去啊。伊讲啊，你寄的都迄落白纸小乌字，无一点一点的啊，无一点一点的。啊，搁一项，伊伫新学院的时阵，我听到一个好笑的代志，总是伊是，我感觉伊的生命足真快乐、真轻松。有一遍去甲总务处讲，甲先遐，伊去甲总务处讲，你实在甲我收电费吼。无理啦，杨凯无理，我也无用你的电啊，吼，我目睭拢无看，我无点电费啊，我就惊好势好势啊，啊，你是怎甲我收电费？有一个学生较巧，伊讲，你有共吹电风，你有共吹电风，迄嘛无看到的，对，总是有风啊，有风。所以人的生命看见是足重要，总是愈来较像愈食咱呢，愈来迄个看见无一定真啊假。我牧师有一篇迄个翕一个相画，一条鸟摆外口好势好势，切落到地内面虫伫遐咧踅。你看着外表足好势，内面无好势，内面有虫，若无切落去毋知。你看的物件，最近大概人有讲迄落，我毋知是真啊假，是看到人咧做啦吼。伊讲
伊咧讲，即摆人的面吼会随变，吼，伊足厉害，伊安影一下吼，面都无相像啊。伊有用其他的方法，咱毋知。科技是愈来愈食力，一方面会当好甲歹，看嘛是会当有真甲假。阮老店咧合唱团的中间，阮的指挥常用讲，你毋着看我指挥安尼啦吼。老店遐人拢老人，所以不作嘅啦。你着遐水定咧看，佮看要创啥？其实伊讲，看是你会晓唱无毋对，总是着爱看指挥才当一致，因为30-40个啊，无一致有问题。你若家己会晓背，要好哦。你若袂晓背，后壁看别人个。我捌拄着遐个朋友哦，拄徛伫我边啊，伊连伊唱迄边。那边唱即边，伊就唱会晓唱就对啦。我毋免照我的谱，我若对第4步，我毋免照第4步。我若当第3步，我就唱到第3步；第4步唱到第4步，安尼吼，嘛唱甲欢喜甲自由自在啊。当然是拄啊徛伫即边，甲迄边人较知影尔。所以人嘛拢毋知。不过咱咧讲，看对你我生命中间是足重要。我有当时真爱看迄个音乐影片。我若看到遐咧弹琴的人，目睭揢揢，踮遐弹来弹去，我足佩服。总是我若看伊的面，我愈感觉讲，这个人真正是咧享受伊的琴，互遐会众甲伊本身。伊毋是咧电哦，我感觉伊毋是咧电。伊踮遐真正通过迄个音乐的中间咧自由自在，安尼来享受伊的生命，互听见的人嘛感觉真水。目睭看足重要。总是无看，有当时嘛袂歹，袂歹。看到惊人的所在吼，会当甲扫嘛真好。条底无要去扫，你都要有耐心互念，就是嘛是安尼啊吼。人讲你遮较会无扫，你可能会讲我都无看见。你若讲白贼话，你的心肝艰苦。你若真正无看到，安尼还好，对毋对？所以人的生命真奇妙，真奇怪。当今仔日讲伫即个看的事。我用一个题目叫做“天推”，这是古早就有的代志呢。人拢早感觉我真敖，我爱上天，我爱安怎，爬去山顶还袂到天。所以旧约圣经讲啊，因着起一个巴别塔，要拄天哦。还袂拄着的时阵，上帝讲这些人吼，合作真好，总是合作是咧做歹的代志，都毋对啊。每一项物件拢有正面甲倒面，你若合作起来要做歹代志，像歪哥都爱归棍的人，对毋对？我若人甲我学习吼，我分互咱大家。你敢讲我歪哥？你毋敢讲，因为你嘛歪哥啊，我有钱分互你啊，对毋对？我若钱拢分互你，咱大家摕这钱，过来做好代志，敢有人讲咱的歪哥？袂。因咱去做伫别人的身上，毋是咱家己摕去。巴别塔拄仔咧教你甲我讲，咱伫一间教会内底，若无合作来好诶行，到尾即间教会会愈来愈衰败，会愈来愈歹。你若无要合作来好热闹的时阵，你要互你家己的心得到快乐是艰难的代志。你要互你的心拄到平安，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看是足重要，看了大家合作来努力做水的事。我若讲我来咱教会吼，我有看到咱教会咧成长。我简单讲一个，可能恁就知啦吼。简单讲这两个门道，讲这两个门道。较早的人，你敢知影这两个门安怎开？拢无人敢讲，用杀的吼。过来咧，有进步，变成啥？电动用字的，字最大。字足远的所在，门边。我讲奇怪，较会踮遮咧字，踮遐出去，人佫行一半，佫2、3下佫冻掉的啊。你讲因虽知影，咱遮人足巧啊。你看即马放伫门边，也无放伫门顶悬。
随你随开随后壁嘛随。目睭要互你看好的事，要互你我成长。我用一个天梯咧讲起，人要看到天梯有艰难，总是嘛有机会呢，哪有机会？有当时啊，毋是用你的目睭看，是用你的心咧看，用你的心咧学乐咧敬拜上帝。一个人若咱吟诗，家己时阵吼，吟到家己目睭刻，毋免看遐字，会当唱歌，你会体会到你的心会愈来愈无相像。当然头仔都爱看字，毋免看字，敢会晓背？我甲你讲会晓背吼。咱门教会有一群青少年，忽然间讲迄暝，逐个拢分一块迄款迄个 CD， 迄阵还有 CD 吼。我讲你分迄要创啊？因为等于逐个背啊。讲啥甲逐背？因为即条歌新的，要毋捌唱过，恁照即个 CD， 逐地拢相像，所以你照即个程度你做的时阵，明仔载要唱，逐个拢相像。有巧无巧？巧。有当时伫咱生命中间有真侪可能性。今日咱要讲两项事，头一项事就是耶稣嘛看到拿但业，伊讲你伫树骹，我有看到尔。拿但业嘛真厉害呢，伊的回应真好。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人若看到你讲我有看到你伫遐食饭，你会安怎讲？我毋知你要安怎应。从神拿但业所回应的是啥物？伊通过耶稣看到伊的生命实境，伊做水的反应。你是上帝的囝，你是王，就是表示讲伊看到的，甲耶稣看到拢是好的物件，好的方向咧努力。你我要往好的方向去努力，就要学习啦。因为世间太侪未晓，真侪歹的物件。遐歹物件啦，影响到你，影响到我，你以后我以后的生命就无相像。总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若以好影响的时阵，你甲耶稣相合同行，你甲上帝相合同行。亲像咱但业讲，入比你是上帝的囝。迄款好的物件，咱若愈学的时阵，就无相像。当然，你也讲苏牧师迄个较早圣经咧讲的即嘛无啦，我单讲一个有的吼。我毋知咱逐个人捌听到一个名叫做孙大嫂无孙大嫂，伊是印度人，留喙手留长，有人讲伊若像耶稣吼。咱画耶稣的面拢做迄落头毛长，喙手糊糊安尼吼，毋是糊糊啦长有那长安尼吼。有人讲无耶稣是亚洲人，所以应该是亲像你我安尼啦吼，不要紧不要紧。这个孙大嫂捌来台湾足侪摆，伊是印度人，总是嘛住伫新加坡。伊迄阵常常爱去大陆、中国的所在西藏传道理。知影踮大陆是袂使传道理的，搁较袂使摕圣经袂使摕圣经。所以因拢入去的时阵，拢摕圣经出去。即马要出来的时阵，迄本圣经都要搁摕出来。过关的时阵，伊讲：互你摕入要紧，我要逐日要读的啊，我毋是要互人的啊。你要出来，都要搁摕一本出来安尼。若你要安因遮有智慧的人讲，逐遍拢偷掠几啊页互因安尼。圣经这么大本，我一遍掠10页互伊，互遮人就背10页。我圣经摕出来，伊嘛10页尔无啥看啦吼。后边就搁摕10本入去，摕8本入去，搁掠10页，按直接。有智慧的人会当看到人无看到的代志。总是有一遍，伊到西藏去传福音的时阵，讲警察去迄落咧聚会所在，你营人无走，我就甲你掠，安尼吼。讲迄营人忽然间3更半暝讲。遐个保安的公安就来甲弄门，看到来讲，你遐圣经都放伫对啦。伊讲伊心肝惊一跳，讲食得啦，这若看到圣经，我一定互掠的啊。讲伊心内就祈祷讲，上帝啊，你
你互的目睭拢无看，目睭拢无看，毋是变仔做变青面啊？毋是安尼。伊讲圣经，佮若想伫遐搭吼，啊用你互无看到遐物件就对啦。啊讲因遮人吼，讲安那去找吼，都找无遐圣经啦。哦，伊就感谢上帝。当然，迄暝因遐走了，伊就随走，3更半暝，啊，伊就只有祈祷中讲：上帝啊，你帮助我，因为我袂当降时，就互掠关啊，后要安做工。我当会当做工的时阵，你着爱互我有气力啦，啊，互我闪避遐个灾的艰难啊。啊，讲伊祈祷的时阵吼，含伊做伙一群人，着有声甲伊讲：正边，倒边，正边，倒边。讲伊行到天铺光的时阵，太阳照出来的时阵，伊讲好佳哉上帝若无带路，我着摔死啊！也是迄个山岩啦，山岩。正平就是毋免摔按倒平落，倒平就是毋免摔按正平落。伊讲安尼，伊顺势离开世上。弟兄姊妹，人的心若向上帝来看的时阵，来追求上帝的时阵，上帝要带你我行伫你我毋捌想到的路。啊，迄个路，毋是要成做你的夸口，你的屏幕。你要看我灵性偌好，我祈祷上帝拢要听，毋是安尼哦。是互你搁较谦卑，讲上帝啊，我只有怜悯我这个有罪人，请你听我祈祷，互我行伫你所欢喜道路顶面。咱若有看见这物件的时阵，亲像拄则这个简单的故事，我相信有当时你祈祷时会当看到天开。迄个天开，毋是真正讲天怎啊剥开啦吼。咱知影世间最近。除去以前咧讲的巴别塔，最近是咧讲啥？人跳袂悬就摔落来，就落落来，所以人就开始发明飞机。即摆佫有火箭，到伫火星，到伫月球，总是咱若看到圣经咧讲，上帝问约伯讲：你敢知影天偌悬？地的极头伫什么所在？你敢知？约伯迄个时阵，头仔拢会感觉我真好啊，我出聪明啊，我读真济册啊。总是当上帝甲伊问所有的话，伊无一句会当应的时阵，伊真正谦卑讲：上帝啊，照你的旨意。伫迄个时阵，伊才看见讲，我是安怎忽然间这物件拢无去，剩我甲我这某，啊，我这个某个命，我讲个甲弹掉啊，哈，气煞去啊，对毋对？好佳哉，我迄阵佫会晓甲伊讲，你这戆妇人人，吼，对毋对？即摆若安尼讲哦，可能会互骗哦，吼，骗啊走无路，对毋对吼？啊，不过伫迄个时阵，就是即款情景，通过咱来看见伊甲伊的太太因的是啥物？伊讲耶和华所想事的，耶和华替去是应该。伊咧骂伊戆的妇人人的原因是遮。耶和华要想你偌济，就互你偌济；要甲你替嘛，足简单啦。哦，人的性命吼，伫上帝的手一搭久仔尔。最近人拄仔用两个烂花，一个烂讲拄仔咧风台的时阵，一支条仔倒落来。我毋知咱当港有人看到迄个烂无？有人讲好，这个好救命啦。然后伊乌多摆徛的吼，啊拄仔迄条仔弄落来头前，啊拄仔缀伫腹肚。啊，人大较紧去甲拖出来呢，啊，讲桥仔徛起来，无法度水倒落去吼，毋知弄了安怎，毋知啦吼，迄就是即个面尔。佫有一个，讲直直徛，一丛树啊，顶悬当地落，然后地死安尼。你甲想讲，奇怪，较一个活咧，啊一个死，小像风台天啊。咱可能要问上帝，上帝讲。你家己看，你家己看。咱的目睭会当看到好甲歹，人的寿命伫上帝的手，真像约伯安尼。当哪当业去看到，你是上帝的囝。我毋知你逐礼拜来遮做礼拜，淡出认真读圣经，啊，佮吟诗，你有看到上帝的囝无？
啊是你感觉讲，啊嘛是白纸写乌字，啊有当时啊，佫愈看愈大字，是啥物意思？你毋知？看了怎啊无注意，看怎啊烟黄去啦？我毋知你读册有安尼，我读册是安尼啦。有当时啊字看到怎啊无去啊，就是头壳无咧看遐字，咧想其他诶代志啦。我读圣经诶时阵，是通过你诶心伫遐咧甲上帝交配。无论伫什物所在，无一定着爱伫你诶册房，啊，伫你所教诶所在，逐所在拢会当上帝拢伫迄个所在。迄个目睭看见耶稣甲伊讲：“你伫树骹，我着看见。”这个人诶回应是：“你是上帝诶囝，列比，你是上帝诶囝。”当第二项目睭看开开是要看什么？这嘛真重要。目睭看见无该看见的时阵，就有问题啦。有一个迄个技术安尼讲，讲一个担肥啊碗的人，啊讲伫担，啊可能切了伤重啦吼，当一地跳落，当弄破安尼吼，啊弄破吼，后壁迄个人就绕个头前讲。啊！你碗破去，你开无回头转来看？伊毋是讲，你开无转来扫扫清气啦吼。伊讲要转来看，迄个人甲伊讲，我若回头佫转去看，迄块碗嘛袂好起来，爱甲讲，一个人呢过去已经是失败，已经是错误，你毋免定咧想遐代志，你着爱往头前直直行。你目睭都爱看头前，这个故事我小可有想到保罗神咧讲，都爱袂记者啦，后面的事，头前的表来走吼。有人随口翻译讲吼，向前吼。我讲台湾的，伊就去甲我翻译华语出来，足好诶，对不对吼？啊，所以人的生命就是安尼，目睭要看什么？古约中有一个技术，就是一个足干巧的雅各，头一遍欺骗伊的兄哥，用红豆汤换掉啥物？大囝的名分吼。所以人若要用红豆汤，互我食时，我讲不要紧，阮的财产已经拢分了啊，嘿，我甲你食，对毋对吼？不过就是咧讲，伊干巧甲。伫伊兄哥足无法度情景下面，用安尼红豆汤甲换迄个大囝名分。只有咧讲两项代志，一个人是干巧，一个人是毋知影大囝你的名分的重要性。无论是你大囝、第二囝、第三囝，拢有你的名分啊。你这个名分若无保持牢的时阵，可能就闪走去啊。第二遍是啥？第二遍讲。第二遍毋是伊主动的啦，是伊老母较干巧吼，啊，所以讲老爸老母生囝嘛，拢相常会顶着老爸老母一部分啦吼。因老母讲佫爱欺骗老爸来得到祝福。伊讲无啊，我身躯也无毛啦，啊，阮兄哥生出来头规个拢毛，规个拢毛，哪像迄落外国人规个拢毛嘛吼。啊，若对咱台湾人讲，迄著是无进化的人啊，吼，那进化人拢问拢无伊啊嘛吼，啊因无吼，啊老母想办法，竟然真正得到老爸祝福。总是当伊老爸祝福了时，伊大囝转来啦。伊讲啊，拄则就来了啊。伊较知影讲，因小弟吼干巧，抢伊的祝福。你知影别人的祝福足重要呢？耶和华这个信仰是祝福的上帝，基督徒袂使共咒诅，基督徒只有共祝福尔尔。伊会堪得祝福，袂堪得祝福，迄是伊的代志。圣经讲，伊若袂堪得祝福，遐祝福啊，倒转来我遮，哦，安尼敢无稳赢诶？吼，足好啊！你来看上帝阿伯喊讲，我要甲你祝福，是安那？要互你成做万国万族的祝福。啊，所以伊抢迄个祝福，老母嘛帮助伊摕着祝福。总是兄哥讲啊，
讲好，互老爸即个丧事若办了吼，我定要刣你安尼，就走路啊，走路。圣经作者即落请赢了后，随走路啦，包括先知嘛有，对不对吼？啊，走路伊就去眠休困的时阵，暗时眠梦。即个地幕天推是伊眠梦过的物件。伊讲有天使踮遐起落，耶稣敢毋是安尼甲拿单讲，讲时到目睭你要看见，撩推对涂到中间有起落。人子要坐伫顶悬迄个所在，雅各看到这事，伊讲上帝竟然伫遮，我毋知影。我拄则若甲咱讲，你要记条讲，你无论伫什么所在读圣经，上帝拢伫遐啦。包括你去便所，上帝嘛伫遐呢。上帝若无伫遐吼，你放袂出来。你办袂出来。有一个医生，甲一个基督徒伫遐搭，医生即个互即人的血管滴，伊伫调整伊的身躯，血滴咯，忽然间看怎无去安尼啦？这人无偌久就翘去安尼。即个医生怎问即个伫遐讲，无人像即款，你是安怎祈祷？迄个血滴呼落去，伊会活。血无落去，伊会活，会袂活。安尼你是安怎祈祷？讲迄人甲医生讲，我会祈祷上帝，该关的就关，该开的就开，该关的就关，该开的就开。你要放尿放屎，若无开，包死的。你若不该关的时无关，惊若摄尿，定漏屎。包死的，即个医生竟然甲即个基督徒讲，这就是人的身躯，阮的整个会经过所做的物件。你的身躯该关的时阵，若无关会出问题；该开会开的所在，若无开嘛出问题。你的神经线该死开，会当互你通透，你着听有咧讲的物件。该关的时阵，什么时阵咧关？暗时啊，咧休困啊。上届关到上届程度，上届水的时阵是啥？听伊讲，医生讲是1点到3点啦，所以所有查到拢1点到3点来咧偷摕。伊上好困，你袂感觉安怎？迄阵伊放啊较轻松。总是雅各伫走来伫遐时阵，发现讲，上帝竟然伫旷野，即个石头我做枕头的所在，伫遐搭。伊开始咧想伊的生命。以前是干那要得到名分，当要得到伊家己的生命。伊的生命伫伊经过甲上帝知影伫遮的时阵，伊就体会到上帝无论伊行到什么所在，拢要帮助伊来成做水的。到尾上帝嘛甲雅各讲，当你要成做大国，总是你的子孙要成做别人的祝福。拄啊含伊的阿公阿伯来番相像，你得到祝福，毋是要互你享受，互你摇摆，互你天捧夸口，毋是要成做别人的祝福。基督徒若袂当成做别人的祝福，你要天推要起哩是困难。有人咧描写讲，即个天推是啥？讲上帝互你我生伫世间的时阵。伊就甲你通过天水甲你送落来吼，送落来，然后甲你喷一头气，你就成做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喷了，迄天水就甲收起哩。迄中间人怎样去甲上帝交配？方法就是通过你的祈祷、你的吟诗、你的读圣经，即个成做你我的天水甲上帝交配，就是互上帝分你我。一口气迄个灵，甲咱的圣灵三甲对话。但要三甲对话，只有是通过这个，就是相像的一个感受。那用咱拄则咧讲相像的语言啦，吼。我毋知咱拄则中间有人会晓听台湾话，也袂晓听台湾话。总是我咧讲，你看有人翻译，就是互遐听台湾的听无人会当听到啊。
我若甲你讲其他的话，你嘛听无。听无时阵，你会讲哪？我咧讲方言呐，哦，真好听啊吼！圣神充满讲方言，对毋对？啊，所以你若有当时啊讲你毋知影人听有，就爱人听有哦，毋是干那你熬念无人听有吼，食力。圣经讲啥物？讲你若咧讲方言咧祈祷时，无人听有，无人替你发力，你都要坐落来，多简单呢。讲方言是要互人听有，要造就人。你讲的若袂当造就人，要造就家己，毋免等遐等，毋免等讲我含上帝关系偌好，好，你看我圣神充满。通常对一款人，我拢会较铁气啦。我讲你互上圣神充满，都爱讲方言，是你咧讲，还是上帝咧讲？伊拢讲的上帝咧讲啦吼。我讲，若我了解的是，你若有圣神充满，圣神叫你倒头栽，你就倒头栽啦。敢毋是安尼？是圣神做中心，毋是你做中心，毋是我做中心嘛。人得到圣神充满。要讲方言也好，要倒落去也好，要笑也好，要哭也好，拢不要紧。迄是伊甲上帝关系。你我生命中间目睭看到这个无常的现象，你毋通为着这个现象来绝对化，安尼你会离开上帝愈来愈远。这幅天推的图，虽然是对一个旧约中间雅各所看到，甲伫新约拿但业看到的物件，上帝竟然通过安尼来造就这两个人。伊旧约造就着雅各来传这后代祝福人，伊新约通过拿但业传福音伫人的中间。我想你我做基督徒，咱是甲上帝的关系是通过这个天推，就是属灵的互动，读圣经、祈祷、吟诗。甚至有当时啊，伫你帮助人的中间，伫你为着人工作的中间，上帝伫遐甲你同在。结尾来讲，约伯讲一句话，我想会当诚做你我的帮助。伊讲我前是耳孔听着尔定，总是我即马已经目睭看到你，这是实在物件，这是好物件。目睭会当看到实在物件，这才是人甲上帝上介好的关系。对耶稣来讲，伊讲啦，恁要看见天开，上帝天使上落伫人子的顶面。人伫上帝面前，无算做是啥物。亲像我拄则讲，要互你死，要互我活，要互咱活，要互你死，逐个拢差不多伫上帝的手。人的生命伫偌久的中间来做上帝工，较是重要。毋是偌久咧听呀。伫生命中间，逐日所做虽然是小事，包括扫地、清气，嘛是上帝所予你我的一个机会。你有尽心去做无？我有尽心去做无？啊是讲啊扫地哦，扫地迄个去伊扫就好啊。有足侪人讲啊，遮较无扫，遮较无扫。世间人就是安尼呢。我做少年种牧师，伊是个足温柔的人。较早校牧，伊嘛做社工嘛。讲咧扫地时阵吼，学生边仔扫无清气。伊讲啊，遮较无扫着。你敢知影？中学生嘛做个。这要安怎扫？讲扫帚摕互牧师去扫啦。伊嘛真正甲扫。你既然不要扫，我示范一遍互你看，我扫互你看。弟兄姊妹，人伫上帝面前，无算做是啥物，总是对大别王来讲，是比天使离啊较输尔点。你看这哪尊贵呢？咱家己讲无啥物。总是上帝互咱极悬的位、极尊贵的所在。愿你我通过看到上帝所做大自然的一切，看到咱的亲人朋友，特别亲像咱拄则看到人咧吟诗，我毋知影你有感动啥物无？
毋茫通过你看到、听到，正做你我生命丰盛。咱三个来祈祷。神的主，阮深深感谢你，因为你恩待阮，你的恩典超过阮所想会到的，拢因带阮的脚步。恳求你，互阮犹原会晓将恩典，诚做别人的祝福。阮诚做你和平的使者，诚做水大桥的所在，有真侪人会当行过。来对这边行到迄边，对迄边行到这边，来享受你的恩典。愿你继续引带保守阮的脚步，保守阮的心思意念，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感谢所有书的正道，今仔领受诚济。当即时，咱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新生诗583首，愿主顺利信手，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准备心来做奉献。
咱做伙来做读奉献宣言。上帝所创造，伊有世俗甲智慧主啊，伊只是我万民对伊所得着恩典，用甲阮甲平安的心，奉献伫伊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慧心，分配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来自丰收的经济，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让你的救赎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历史，帮助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请咱掀开周报，看公道的事项。我要邀请咱大家起立，为着周报内底的公道事项来祈祷。我嘛要邀请咱做伙安静心，因为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有祈祷的权柄。是主耶稣赏赐予咱，哪祈祷哪有快乐的恩典。但这时邀请咱大家出声来祈祷。满有恩典甲真理的主耶稣，你道成肉体，住伫阮中间，来表明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角伫地，道就是上帝。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而来，人必须对伊才会当领受恩典甲真理。阮献上感谢，感谢你的拣选，互阮。若单业拄着上好的代志，就是上帝的囝耶稣，诚做阮一生上界水的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透过今仔日的讲道分享，互阮搁较知捌，用信心的信仰来到主耶稣你的面前，也要以信心来看见耶稣，也是互耶稣你来看见阮。信心的道路是愈行愈发现到被上帝你的真实，恳求主圣灵引带。但今仔日，阮所敬听吴伟月牧师全家为着教会建堂的募款，去到路途真远的台北、泸州教会伫迄个所在请安甲募款，求你看顾因规家的辛苦甲着磨。出入拢有主的平安同在，嘛感动泸州教会兄弟同心为着上帝国的圣殿起造来奉献。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伫建堂的当中，互阮还是凭着信心来回应上帝你的呼召甲命定，看见上帝你对无甲有的赏赐。主啊，
阮不但要建堂，阮嘛要建造教会。阮愿意接受门徒的训练，伫大桥社区做光做盐，用主的眼光去帮助弱势的家庭，需要关怀的青少年，疼惜这小朋友。你有教导阮讲，人民送向人的，就是这祝福耶和华。你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是啊，主耶稣，伫今年度大桥教会嘛要安尼来行。我们对社区弱势的家庭来做认养，我们来做陪伴，我嘛要来做关怀，我们来为因祝福祈祷，我们来分享有生命见证的福音，伫即个社区会当彰显上帝国里的荣耀。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此时我来报告，请咱向非洲报。咱来看消息报告通知即个所在。第一点，本主日感谢苏仲林牧师来本会正道分享上帝话语。今日吴牧师前往台北罗州教会为本教会建堂还款请安募款，请咱关心代祷。伫这所在，感谢苏牧师你来正道分享。第二点，本会今年度继续甲 TVBS 迄个洗手爱无限，来协办关怀弱势家庭的关怀的工作。吴伟岳牧师有安尼交代，他期待咱会当里个周济贫穷、不致缺乏、阳痿不见的必多所主作。好，李金元这个所在28章27节的真理内底，伊则嘛有讲吼，今年咱有认养，咱有认领32户，就是大桥里甲迄个啥安康里吼，各16户啦吼，这就是咱今年度的认养吼。迄天吴牧师伊嘛有去参加即个的开会，当然这是 TVBS 因有迄个啥有捐款，就是说有奉献，一户就是500块，其实咱是爱1000块，所以另外迄个500就是由咱认领的教会来支出，然后迄个透过咱台南市每一区域的区公所，区公所。社会课的课长，迄天阮开会的时阵，咱台南市总有26区，有26区的科长、社会局的科长都有出来，就是要互咱，比如说咱大桥教会是属于永康区，然后伊就出来，就是和咱做伙做协助，他们就是提供名单，伊这有去关系到个资法，所以咱甲咱的活动。计划好写了的时阵，甲因讲，了的时阵，因就会去搭配，甲遮要所关怀的迄个名单，他们会自动去通知，不是经由我们教会来通知，安尼较好。了的时阵，比如讲，咱今年度有32户，当然咱无照咱旧年安尼一群32户拢甲叫来，安尼咱教会空间无大，甚至咱若要接待遮32户是无够。所以我有按算讲，伫迄个10月份，我两个时间，我着邀请一个16号，一个16号来即个所在，咱有一个活动，咱着邀请伊过来，然后由咱的迄个啥有心的
同工志工会当伫即个所在做伙来做交配，吼，即个所在就是安尼。然后，第3点，咱本会奖学金伫2023年奖学金吼，咱小港有哪有开放咧申请哦，吼，上下学期咱会当选一个迄个学期吼，欢迎咱厝内底咱有迄个主女有读国小到国中、高中、研究所遮都可以来申请吼，然后若要搁问较详细，咱会当问咱的子安哥吼，伊会当来甲咱迄个接迄个说明安尼。第4点，中华路教会伫9月24礼拜日下晡3点要举行吕佩玲牧师就任受子感恩礼拜吼，伊的地点是伫台湾教会，所以若要参加要观摩，会当去迄个台湾教会吼，嘛请为着即样代志来关心大道。那咱今仔日来坐念咱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经句，希伯来书13章第5节，台语是安尼讲：心智毋通贪财，掠所有的做交易，因为上帝有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放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5节，咱请秀珍长老补充报告。大家平安真感谢咱的苏牧师吼，迄个牧师娘哪有来，甲伊的儿子吼，帅哥哪有来吼，徛到阮看房间者。好，谢谢。嘉欣走了吼，我给他介绍一下讲嘉欣伊是迄个东部吼，因为开学所以转来咱中间要介绍伊无伫的吼。另外就是很多社会长老咧报告即项吼，等下伊会伫咱小组，另外伫咱小组来详细甲咱说明吼。即部分是伊专门咧负责，所以咱的迄个礼拜每礼拜拜2到拜5吼，几点到几点？9点到11点吼，咱的4位长老伫教会作证吼，真感谢伊吼。有需要同工志工，你若有时间会当拨时间出来，因为伊有要做迄个什么1919吼，银行搁一个就是因为一群16个人，咱的教会无够遐大，所以咱有分配做一些手作，甲请因来做了后。咱伫迄个中间来做陪谈、做关心，这是传福音的一种。要互行入来，咱若无踏出去做关心，是无法度做到的所以咱这部分咱需要志工来支援无一个人是无法度控制10几个人的人数所以等一个4位长老会伫咱的小组各组来讲说明咱来看一个金句因为我伫遐看即个圣经的迄个，咱看咧第2点有无？来，那咱叫政绩做迄个救济善良人无地到欠亏，然后即个讲阳为不见的叫做视而不见呐。你明明都有看，你也当作无看，视而不见这会受到咒诅所以咱会当出力就出力。咱当出钱出钱，虽然这个人咱毋捌，但是因有欠亏，咱也会当做一点点我想咱嘛祝福伊，咱嘛受到上帝祝福好，安尼我报告遮谢谢。这是咱来吟诵的诗，就是说，咱请来祝福关台的万众。
祝福上帝，阮感谢你，互大桥教会会当落实圣经所讲的，互人会比甲人摕到福气，互因所关心社区遮细囝也是家庭，愿通过安尼，你的福音空阔，你就大大祝福大桥教会经济所有一切。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毋是只有早前医治人。毋是只有早前看到哪带叶伫树骹，你就知。你现在犹原甲阮同在，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愿你帮助阮，医治阮在座中间身躯欠安心神物质需要治疗的，你拢一直甲伊消除，放伫你的十字架顶，你定心甲因起造因的生命。亲爱的圣神，阮感谢你要对顶面想事智慧互阮。智慧毋是世间的事，是你互阮，阮才当看出是非，才会当伫生命中间定心受起造。愿三位一体上帝将你真实的平安、喜乐、甲健康赏赐阮，以及阮家庭的大小，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大家当做伙来相通平安礼。